你现在收看的是你咪家阿该伊，现在开始说我们的话。Tatahi Batumong, Ama Punya Tiaken, Di Salelen, Sika Cida Atama Baiwan, Saban。大家好，我叫傻乐乐，来自大寮部落，欢迎收听你咪家阿该。这一集节目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那最后一集我们请到了3位的来宾，跟大家自我介绍。那大家把个梦啊马不了。阿公阿丹点读啊！大家好，我是张赫，我来自大鸟部落，也是青年会的里面一位成员。然后我现在就读在台南市天主教慈幼工商，也是部落青年会的一位请牛奶。那嘉义我跟木阿玛布拉迪亚跟比布朗哦，我是嘉瑜，然后我是来自大鸟部落的，然后目前是青年会的副会长。哎，最美的最美的。大家好，阿玛布拉亚根迪古林姆，我是来自大鸟村的，我叫陈俊浩，现在大学休学等兵役。那在这个最后一集的节目呢，我们的主角。剩下这位没有介绍了，他就是我们的主角，在最后一集呢，要分享他的文化之路。那在这个走文化一定是很不容易的，有很多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请我们的施教老师来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不了雅根第施教，格玛西马在卡斯达上台湾，那大基本那叫。大家好，我叫施匠，中文名字叫志祥。所谓大家都说的，就是台九线无奇游。那施教老师呢，其实在我们南回这条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家都知道他在做文化这一块是非常的深耕。那在我们大鸟部落的文化也是一直都在做传承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就特别这一集就是他的特别节目，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他在这个文化之路，他的一生，他所奉献在这个部落，那他的成长的过程，而且大家都很好奇对他非常好奇。那目前单身。好，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什么一个契机，或者是什么一个原因，让你想要在大鸟部落，就是做这个文化工作？这个，各个两个人从小嘛，应该是从小大概3、4岁，我有还有印象，就是我会走文化，我应该是从马西克里克亚可能3、4岁。发出那个很好奇，就是老人家，可是我又很怕，因为他们的那个皱纹那么根本都没说到皱纹就是对那种好像宠物还是什么，这里一定是老人家是宠物，就是那皱纹这样皱纹，然后就觉得很好奇发出我那个那个西里巴哈尼嘛，就他们在说的语言很特别，这个我小时候大概3、4岁，我有印象。只要有那个我老人家聚在一起的面，我三十了，大家跟他吃饭就好。我跟的那跟那种听他们的话，我就会，只要他们说什么公的，他说我平常可能讲个话我都记到头了。然后，那么在这过去这样才有，一直到我国小、国中、高中一直。接触老人家，就从那个时候，我自己会问我自己了，为什么我要找老人家因为有时候，我就更什么有时候也是会被部落的人讲说，
你走人家告诉你，都会被排斥啊，都会讲得很难听说，那个师长哦，你去大好门里，他就去输追，哎呀，跟他在交往。这也是你很大的时候才就听得懂他们的那个。对，还有些说讲中说跟我就讲句，你走那个人家都干什么？你要骗他的我有的没有的吗？什么之类的。可是他们都不知道我在走这些路，我自己有底的了，就是可能就是说，因为我的使命就是我婴儿的时候就是被老人家那些林美人抱起来的时候就是我这一撮白头发，就给林美人看到，说这个小孩子很特别，这样，长大是不得了的那种。你看这个白发这样，就这样子，这个白头发。好像跟你的族名好像师长有。对，就是跟祖灵界的小孩子这样。啊，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因为我是最小的嘛，我排行第10位，对。然后所以他们就说这个小孩子长到是不得了的。那师长的背景很特别，他是排湾族加泰鲁格族。对。其实师长老师的爸爸是泰鲁格族，那从小就是生长在大鸟部落。我所知道的，好像你在部落跟的老人家好像有14位。对，14位。就是这个14位老人家是在你走文化之路是影响你最大的这个14位老人家。对。那可以就是讲一下这14位老人家就是有谁？我第一个老人家就是老Rose。老Rose是那个陈家那个，对，他是教我做农作物之类的，做农作物。第2位老人家盖，他就教我做。盖是哪里？这个是张医师那家，对，他教我就是一些传统技艺啊，一次做。第3位就是我早晚就是来板的啊，他是教我一些故事啊。再来就是第5位Silent，就是叫阿爸，他教我一些古谣，传统的古谣。再来就是第5位Seven Obian，也是跟我教我一些古谣。再来就是第5位师长，教我一些就是烟斗上的那个什么，要怎么去做这样烟斗。再来就是第5位郭柳，他教我一些羊角钩要怎么编织，还有再来就是第5位那次果那个蔡敏珠教我做一些草席啊，又怎么藤编怎么之类的手工艺品，很多啦。还有就是再来就是5位七股教我做那个什么烟草，晒要怎么晒从种植一直到采收，怎么创之类的。还有很多，还有就是我自己的阿嬷、外婆、新娘教我就是做我们传统的衣服，很多几乎都老人家不忙都是教我，他们给他插罐那件。他们会的就是对。传授给。对最后1位第5位沙文的欧比昂就是那个教我很多的故事也是一样的。他最后1位是他了，就是有时候我去找老人家，我就会带一些什么面包啊。我小时候骑脚踏车到那个山上自己去，有时候拿一些面包就给他们，就会教我一些什么，他们不是说为了面包教我什么，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小朋友嘛都是光啊，不但因为以前他们都说你们他们是出来养，然后所以他们才会就是说，也不是说他们教我，就是偶尔就是他在做什么事情，我就会去问，我可以给他打电话就，阿妈说的不对不服呢，我干嘛跟大家吃好。跟我就会在旁边跟着学习，
挖一挖，他们甚至有老人家会丢一块小，他们自己农田给我自己练习，他们开始玩。很多就是老人家都这样子，可是他们就就是一个人传一个，就说哎说这个小孩哎说的时间在我们的人家读完，他们就不会打死光，然后这个小孩子你教一次他就会了，这样，一直到现在。那些人就最后我去台北工作就是就是2年3年这样反复再回来，可是最后一次他就是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的家人他说，我一个月就嘛，家己孙啊生白大，点啊好买点这样子。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回来说，因为他躺在病床，吃东西是用牛奶这样。跟我聊天，那2、3个礼拜就他去找他，他就抓住我的手说，以后你说，说makasusin siya mako，我在那讲啊，好，说所教给你的就是教给你的你就传承给后面的后代子孙们，不管是。谁跟你有仇的，还是赌完掉班就交给他们这样。我做的时候这样一直跟我讲，有时候我们一起上火线聊天，跟我讲说很多，他说爱传你们家白王啊，搞不咱爱传就是白，反正好，因为你传嘛，所以你以后走这条路会很辛苦，因为你没有依靠。所以你说挖红路，这是挖在讲，就是你往前走就好，不要听人家说我们的公园有的没有的，不要管，就走你自己就好。我一直走到现在，不见到一直概念蛮久，所以我就一直在走到现在。在我那句话那个时候那不是他说。Mukanga mo na hamay-may. Dati suna nga, sumay tiyan mo na amakano, tiyan na makasusin siya, makasuho. Dati so, nga asumbay ta, tiyan na sikuda-kuda niyo siya sa katsaban. Maya pa mo cakuday ayak suna paiwan. Pinakatisi dyan so. Awan siya tisuna, sembay canom na hamay-mayo. Saya nga katisuna nga temu ta sasayan. Katisuna nga temu ta cebibila na makasu ayak su kaka suhu na kulit. Ayat cuma cuma makasu dia bawa kan. 所以你就下定决心做这个。那时候20岁的时候。没有。那你怎么跟你的家人就是？我没有跟他们说。反正我就让他们看见，即使被念了2、3年、3、4、5、6年，都一直在走下去，因为很多事情，因为只有2、3年吗？我怎么看好像好几年？2、3、5、6年都有啊。那个时候，因为都会被他们，不只是我家人，也是被一些人会讲话，就说你找人家干什么？一直跟他们讲，有钱可以赚吗？你们跟他们交往咯，怎么？讲的一些很夸张的话都有，可是我就说，我想做我自己，就是我喜欢，但你要跟他我就是不要忘记了人家就是那交代给我的，我一直想说就走下去就对了。林美美那个时候小时候，林美美就说，你走这条路以后。他们就讲的就他暑假，那电视就后才把这讲的说那样，我那时候还不太清楚他们在说什么，我就觉得算了吧，所以我这一路走来，我就想一想，应该是电视，因为他们在讲的。就是他们讲的那个，跟你讲的话好像就是预言了你。对然后所以。部落的人就还有我家人就看到那就
慢慢开始接受我在做的事情。那你有没有就是有过一丝想放弃的那个，就是说我很累，我不想走了，可能就是没有人。这个多多少少一定是会有的，因为你走发生很多因为我没有依靠，我也没有什么靠山，我的背景，我几乎都是靠我自己。因为你看我家人都走着，你看我爸爸50岁，我大哥19岁，我二哥35岁，把我姐姐嫁出去，就剩下我跟我妹妹，这样子，我们3个，然后因为。有时候我看到人家就是可以走的风风光光，可是我就是还是那个，都自己来。可是我就说我自己会想说，虽然我没有那些跟他妈妈哥哥事情，那算了，我就靠我自己，走下去。反正你说那哪个角落那些14位的老人家。在我背后就是我爸爸讲到的，就是我姑姑他们在。有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我自己会到坟墓去，半夜坟墓去找他们说，带点酒去跟他们聊天，跟他们说，你们帮我走这么快，把我丢在这里，我就一个人了，就等于是我孤零零的一个老人家了。因为大家都叫我姑姑嘛，就像老人家，反正每个都要不行。不要差，可是最后希望办这个好日子来，因为很多老人家，其实不止14位了，其实他们部落的几乎一半的在18年是，还有最明显的人，他们都有教我。我就是很希望你们大家就是部落的人，大家就是都跟我学习，因为。我怎么知道我没后天？我以前那个草湾土厝，我以前我把红讲跟安吉说，去就是个去外头还要跟，毛挖的那边茶馆以前那跟，至少你们还有学到我这边，你们还可以帮我传承，还可以帮我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在这可以。我这一路这样走，然后我回头去想，回头看说，那些老人家都走了这样，剩下我的交给我，还要传承这些方式，传统技艺、农事物，一些很多技艺农生。从那个张赫好了，张赫，你跟哥哥是怎么认识的？其实我小时候是在台南，然后转学到这边的国小，大牛国小。然后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认识哥是这样。